第51週，點解加拿大唔會加入美國？背後真正嘅原因係咩？最近有啲政治評論員開始討論一個假設性嘅情景：如果有一日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，會發生啲咩事？呢個諗法其實係從地理同意識形態出發。有啲人覺得，如果真係統一，加拿大龐大又偏向自由派嘅人口，喺政治上會對美國造成重大影響。呢個想法部分係因為美加邊境喺某啲地方睇落好似用直尺畫出嚟，完全冇理會自然分界。再加上加拿大地大物博，資源豐富，有人就話，如果能夠整合入美國，喺地理同經濟上都有好處。但係政治影響，特別係自由派壯大，就係一個有爭議嘅地方。其實喺一啲美國政壇大家介入之前，就已經有人觀察到加拿大嘅保守派都曾經好有聲勢，民調甚至仲領先自由派。呢啲轉變說明咗加拿大同好多民主國家一樣，政治氛圍會因為候選人嘅表現而轉變。但講真，唔論咩黨派，加拿大人普遍都反對呢種並入美國嘅講法，因為我哋唔係美國人，係好多加拿大人身份認同中好重要嘅一部分。佢哋好重視自己醫療制度、槍械法規、社會福利等等，呢啲都係佢哋引以為傲嘅地方。就連加拿大政界領袖，唔論自由黨定保守黨都一致反對。好似現任總理馬克、卡尼、Mark Carney 同反對黨領袖皮埃爾、波利耶夫 Pierre Poilievre 都強調加拿大主權唔容侵犯。呢啲話題根本就係轉移視線，應該專注喺更加緊要嘅問題，例如日益緊張嘅貿易衝突。好多人懷疑呢啲吞併言論其實係某啲政客用嚟轉移公眾視線嘅策略，唔想大家太專注喺嗰啲難解嘅經濟政策，例如對加拿大石油、天然氣、鋼鐵同木材徵收高額關稅。呢啲關稅唔單止會令美國消費者買嘢更貴，仲會破壞兩國原本緊密嘅經濟關係。波利耶夫就公開批評呢啲關稅係唔公平、唔合理，對加拿大同美國都冇好處。佢仲提醒大家，加拿大喺阿富汗等地都有軍事付出，係美國重要嘅盟友，應該獲得尊重，而唔係經濟處罰。仲有啲更加離譜嘅，除咗加拿大，前美國總統仲放話想收購格陵蘭同巴拿馬。佢話格陵蘭人支持呢個構想，聲稱係為咗保護自由世界。但係好快就俾格陵蘭人自己打臉，連保守派媒體都訪問咗好多當地人，個個都表示冇興趣加入美國，覺得成件事好荒謬。呢個想法俾人覺得唔單止係唔尊重其他國家嘅主權，仲完全脫離現實。格陵蘭係丹麥嘅領土，丹麥政府講得好清楚，冇得賣，亦唔接受談判。唔止格陵蘭，加拿大民眾都一致反對呢啲吞併計劃，甚至保守派選區入面嘅人都開始表達唔舒服，質疑點解可以叫總理做州長，仲出聲好似要控制人哋一樣。呢啲情緒開始引發更深層次嘅反思。美國而家嘅外交政策係咪走歪咗？批評者指出，呢屆政府傷害咗同最親密盟友之間嘅關係，反而走去同專制國家打得火熱，結果就係國家安全削弱，國際影響力減少，國內經濟衰退。觀察家仲指出咗一啲警號：市場波動、物價上升、基礎行業裁員。政府因為人手短缺而功能萎縮。有人話，如果有外國勢力想破壞美國社會，設計一個陷阱，咁樣嘅局面就啱啱好中晒。問題唔只係煽動性言論，而係背後嗰啲真正嘅政策同佢哋帶嚟嘅影響。
依家呢屆政府睇嚟係好靠民族主義熱情嚟掩飾經濟問題，提出啲宏大又唔實際嘅吞併想法，想分散大家對貿易戰同內部混亂嘅注意力。最終，雖然有啲人可能覺得呢啲言論好得意，但現實係美國最親近嘅鄰居都非常重視自己嘅主權，對美國領導力愈來愈懷疑。面對當前挑戰，美國需要嘅係實在有合作嘅政策，而唔係用嚟分心嘅炒作。TWN Trade War News 貿易戰新聞，致力於為觀眾帶來最即時、最可靠、最有深度嘅全球貿易分析。喺呢個經濟影響地緣政治嘅時代，了解背後嘅協議、關稅、制裁同談判，比任何時候都重要。TWN 會用清晰、吸引又有內容嘅方式，幫企業、分析師甚至普通觀眾掌握全球局勢。無論係貿易戰定新合作協定，TWN 都會講解發生緊咩事，同埋點解值得大家關注。如果你覺得有價值，記得訂閱頻道，幫手 like 同分享俾朋友。我哋一齊保持關注，掌握未來嘅貿易動態。